廿多年来，桃园有引来很多后生人注意到自家嘅家乡，开始想要深入地来了解。2014年，有几个5030歲嘅後生嘅成立一隻桃浦行團隊，因為佢關心大型建設落來桃園嘅舊市區，造成了很多乜嘅改變。故所睇舊市區火車站傳統模式做文史調查，推廣社會創新同設計。今年因能還成立了一隻實驗空間，規劃社會議題發通創作工作坊、內力課程也到。因為未提出的共同工作空間安尼嘅概念，想要同目前用領域各有專長、有關心桃園議題嘅人相過來，使得為桃園留下地位乜嘅，未帶來韓國多嘅可能。桃園 QQ 社區健康建協商，桃浦行工作室創辦人林彩鳳同亞鵬、李子嘉準備去到附近嘅遠福市場訪問調查。我們是在附近有，就是我們是桃尾，然後我們在這一帶做那個這邊的文史的調查，然後也想要知道說。因為這裡不是要有捷運站，然後捷運線要開過來了，然後所以想問說，像是在這邊你們做生意應該做很久了，那捷運過來之後對你們有沒有什麼影響？桃園區遠福市場呢度係香港省捷運主能8站嘅2TT，市政府愛稱睇嚟起高捷運，依度談呢度反對。桃浦行工作室透過訪問調查嘅方式，將會同市場嘅歷史故事記錄下來，讓人記下到去拜訪很有好。那這個市場，我們店在這裡將近第4代，我是第4代人了。我阿祖、我阿公、我爸爸到我。對，那原本早期10幾年，原本我自己也不願意認同傳統產業啦。但是慢慢的當兵退伍之後，才覺得傳統產業也是很重要的，必須要有人傳承。這個市場它其實從日治時期就有了，然後只是經過幾次改建啊等等的，但它一直都是舊市區這一帶很重要的一個大型的市場。那大家除了平常早市會來這，就是市場內外啊，其實都非常的熱鬧。然後大家在平日或者說逢年過節都會來這裡辦一些年貨，這樣子。團隊創辦人林彩鳳自細啲桃園態，討推態社會內對社會議題同關心，佢哋到遠福市場就會倡提曬到批評佢，佢希望為啲倡前為同業留下地位嘛解來。一方面是會來這裡做一些拍照跟訪問，然後盡量去把這裡的居民跟攤商對於舊市區的一些記憶，透過一些口訪的部分把它還原出來。因為老實說，這裡的歷史的文獻其實蠻散落的，就是有點破碎。林彩鳳喺2014年同朋友成立桃浦行團隊，喺桃園舊市區火車站也附近內做文史調查。不過喺參加呢度社會運動嘅過程當中，佢未發現到桃園人對財政議題唔係很關心。到大概大2的時候開始，因為那時候不管是航空城事件，或是桃園，其實有一些不管是拆遷的議題，還是像是其實東門市場是在我大學以前發生的事情。那也在想說，為什麼好像桃園的議題都比較缺少一些媒體上的曝光度，或者說我們自己比較少去討論它。呢度為橋灣去桃園財政人來關心自家家鄉嘅事務，今日佢同家嘅伴成立咗一隻聲音嘅會所，為同一隻會所嚟做主題，希望會有更加多想為桃園生機，無就係愛巧妙聲音嘅後生人來加入。我們覺得，在這樣的舊市區，讓人能夠進來是很重要的。那，能夠進來，在這裡提供一個空間，可以讓你來這裡工作，來這裡認識其他朋友，然後進而關注到這一帶的議題，是我們覺得能夠去回應這裡不斷在開發跟不斷被改變的那個浪潮，一個很重要的手段。那我們透過的方式呢，可能會比較像是運用社會設計這個概念，把它導入到桃園。那它主要是解決於說，社會我們生活中常見的一些問題。那包含說可能改善街道的市容，或者是說改善
交通的问题，那人生活中的一些议题吧。对啊，那其实这个层面是蛮广的。美国会对蔡天有更加深入了解，加到接受会去拜访蔡天，是参加社會議題嘅前輩，將佢通知嘉賓堂嘅條架，就是參加認證都市計劃建設內側鐵東門市場嘅連鎖活動。我覺得最大的關鍵點就剛才提到，就是要跟居民的互動，因為畢竟就像是市場這邊，他們一定是很多攤商，那如何去跟他們做有效溝通，跟他們年紀也大了，那我們的那個觀念其實不一樣。這些都會影響到我們後續的發展，跟我們在跟公部門或是在跟外面在對話的時候，它其實都會有一個很困難的地方在。加到未去拜訪人工係桃園市門店嘅博愛送客，人大嘅人才經過夜過節，蔡天兒天初會來到呀買盤，不過以為睇完百貨紅過後，就天天嘅看無面外去。以前就說真的跟西門町沒什麼兩樣，這個街上都是人來人往的。那後來就是店每一家都開，沒有開的店。我希望啦，我也期待說我們會看到博愛路再重新走上繁華。後生人將來到呀，有經已同蔡天兒互通，本但節目嘅老嘅嘢原名就改變呢。後生人到呀開文創店嘅，徒步行團隊未對呀來好經驗。我覺得跟街區的互動是很重要的。我們會辦一些公視會，讓大家知道說我們預計要怎麼去做什麼，我們的夢想是什麼，我們的目標是什麼。好，那做什麼我們都會讓我們街坊鄰居都很清楚，大家一起來做。希望從在地的居民開始，那跟這些居民打好關係，然後讓大家有共同意識之後呢，從在地底層的居民，然後由下而上的。去讓這些公部門看到我們的努力。對團隊成立都開聲音工作室，一條桃園嘅後生人，希望同客家島蔡天兒期間內關心共同議題，對觀察、本事調查、期盼工作主題發通，提供嘅小旅客來了解都市嘅議題，按呢桃園嘅舊社區就可能會有出工。